来看美国的史丹佛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讲咱人哦，伫44岁到60岁这两个岁数会老甲特别紧哦。44岁时哦，会因为酒精、佮咖啡因，互代谢变慢；60岁时脂肪代谢变慢，会造成肌肉减少症，佮有心血管疾病、免疫佮腰子功能哦，拢会产生变化。伫少年的时阵，若透眠、唱歌、狂欢，过当工也是亲像一杯活啉共款。就算是下昼啉咖啡或者是茶，暗时也是真好困。不过伫年纪愈来愈增加，无法度搁再亲像少年时阵共款体力遐尼好，互人会产生中年危机的感觉。一项由美国史丹佛大学甲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做伙所做的研究发现，人体并不是随着时间慢慢老化，是伫咧两个时间点老了较紧。科学家追踪108岁成年人，每3到6个月就采集因的生物样本，包括喙内、皮肤、鼻孔内，也有血液加粪便，分析身体内面135000多种分子加微生物伫咧不同年龄的变化，建立2460亿数据的资料库。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其中81%的观测分子伫两个阶段发生正大的变化，分别是44岁甲60岁。研究发现，44岁左右的变化包括甲酒精、咖啡因、脂质代谢分子相关的分子变化，互人出现若是啉酒甲咖啡了，爱开更较侪时间，互身体恢复，也有容易出现肌肉损伤，并且造成体内脂肪囤伤多情形。到60岁时阵，脂质代谢的变化容易出现肌肉减少症，而且得到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尤其是心血管的疾病、腰子病，也有糖尿病。研究结果也甲进前所观察的相关疾病的风险，并不是得到年龄增加，而是伫特别的年龄增加特别紧的这种现象正共款。譬如讲，阿兹海默症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伫60岁了后会明显增加。研究团队建议，伫过40岁了，就较注重生活方式，甲一寡较歹的生活习惯改掉。譬如讲，较歹啉酒，和代谢能力较袂下降，加运动会当保护心脏，并且维持肌肉的量。相关研究结果怎么已经刊伫咧《自然衰老期刊》，虽然目前也阁无法度说明分子变化甲老化之间的关系，不过研究提供的线索是当帮助了解年龄相关疾病的驱动原因。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